高雄寿山常常拢会有人甲高山仔的冲突，18才发生高山高中有30只的高山仔走入去校园内底，加载无学生受伤。为着要减少人甲高的冲突，茶山高山仔志工队休困时拢会去宣导，教人要安怎甲高山仔斗阵。一个高山仔入去高山高中热热引起学生的惊吓。为着避免甲高山仔冲突，大家拢走了。校长表示讲，这是发生伫18迄天，有买30只的狗走入去学校，学校连面透过教室的无声广播，提醒大家莫紧张，把他们关起来就好，莫伤害到狗。我们都会用无声广播，一来是怕孩子惊吓。二来，其实也怕我们去伤害猴子，所以我们会跟孩子说，请紧闭门窗。高山高中将挖进茶山，不过是头摆出现这么多高山仔走入来。其实规粒茶山的高山仔差不多有1300到1500只，不时就发生高山仔甲人的冲突。根据茶山志工队调查，北寿山爬山口是伫龙岩列泉这边，拢是固定的山友，已经知影狗的习惯。不过南寿山因为挖进动物园，头界来游客较侪，对狗较无了解，致使高山仔抢食的状况就较常发生。容易发生的地点伫这个动物园的这个停车场，伫这个前龙动物园这个入口这个区域。伊即个发生的频率上悬。物件赶要来内底食伫遐就去用抢啊，嘛是会惊我们就尽量远离他们这样子。茶山高山仔志工队已经成立14天，逐礼拜会固定伫高山高中的停车场南北寿山爬山口宣导，民众莫接触、莫饲狗，食物爱收好好，毋茫通降低人甲狗的冲突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